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12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是拢真烧热，过昼可能会落西北雨。咱做伙来看温度。今仔日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早起中南部有局部的短暂雨或者是雷公雨。也若过昼西半部甲华东地区可能会有短暂雨，有的山区是可能会落大雨。也若温度的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2度至36度。气象署嘛针对全台湾6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苗栗是柑仔色的灯号，可能会有连续36度的高温。也若双北、桃园、花莲、甲台东是黄色的灯号，提醒大家日头是真美，大家水都要加啉寡，避免热伤害。继续来关心咱国内10月份电钱的计数，会伫咧9月份开电价审议委员会来讨论。不过今年4月份都已经起过一届啊，这届敢阁会阁起，大家是拢真关心。即马行政院若是拨补予台电这条上千亿的预算有通过，10月份的电钱可能就袂起。若无只有风声讲10月份可能就会起10%。国内电价委4月开始，包括家庭小店面，也有工业用户专门调悬电价，起价幅度差不多11%。看9月要阁开电价费率审议会，要讨论10月开始的电价。各界嘛在关心电价敢会阁起价。OK 啊，因为我们台湾的电力很便宜啊，如果跟日本比啊，3%左右，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应该是要从国家的能源政策去考虑，而不是动不动如果有亏损的话，就要由人民来负担。根据了解，10月的电价，若做台电有得到行政院1000亿预算的补助，10月的电价可能就无起。亲像空中厨房、食品加工相关，还有光学材料、元件制造业这部分制造业的电价，若做用电量有成长，传出原来会补起电价。只不过若做台电无得到行政院1000亿预算的补助，安尼10月电价就爱阁起价，传出有可能起10%以上。我们现在如果能够补1000亿，大概损1、2平，那如果没有1000亿，就是亏1000亿啊。就产业的部分，它怎么样去做调整，或者是怎么样去检调，每半年去检讨，然后再看最后的情况去做决定。我站在制造的立场，虽然我们会增加支出，赞同涨价，让所有的成本回归正常。统计台电伫今年顶半年税前的亏损是602亿，不过7月因为实施下月的电价，所以转了变赚。行政院是毋是会拨补预算，关系到台电是毋是了钱？行政院回应，22会开行政院会，看对家预算是毋是会当得到行政院会的通过，而且应该是无意外顺利通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咱台湾木姓区的选手林旭定摕到咱国木姓区历史上头一块金牌。总统赖清德初七要求体育署针对性别议题伫遐起无空，还有做恶的事件来提告。也若共款加入起性别的争议，阿尔及利亚金牌选手克利夫会针对网络的骚扰，伫咧法国提出诉讼。来看联合报，国土的计划法明年实施。各县市当咧为国土公园分区图。审计部的报告指出，以新法为沙坡地农地会比永过增加32.500公顷，增加差不多136%。有人就质疑讲，这是大量开放沙坡地。不过国土管理署讲，这个数据是推估的尔，但各县市交公园分区图了后，会甲农业部照实际环境来判断。过来看自由时报。澳门地区政府要求台湾驻澳门办事处签一中承诺书，咱国因为未签，所以无法度派人去就任。陆委会已经有做上歹拍算，看敢要用香港的模式，或者是讲时到，那正经无法度派人去进驻，可能就会直接把这个办事处拆掉。继续来关心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查到非法的越南移工，伊牵因共乡的组一个工班。伫咧中部冒石头咧做白铁啊，不过这个行为是违反就业服务法，也有入出国移民法。除了去互法院判3个月有期徒刑，移民署嘛该罚11年。这11年的期间，伊是袂当阁踏入来台湾。
专勤队开车来到台中市大雅中山北路，锁定一名越南籍的非法移工，落车了后直接伫咧巷仔内底遭小入，当场压制逮捕。42岁阳性越南籍失联移工，伫咧中部各地做散工，家己学看会向工程道了，开始做中林，找工乡做阵来做工班，到各地来做白铁工，也佮提供保姆室大心的服务。医生透过社群媒体招募，亲身来甲工作技术，也佮专车接送上下班，提供家乡方便的早顿中到顿。移民署逮捕阳性移工，甲6名越南工乡非法移工，全部移送法办。他除了提供有家乡味的早午餐，还亲自专车接送，堪称保姆式的仲介服务，让许多同乡趋之若鹜。被台中市专勤队查获时，身上还有10多万元的现金，同乡们才发现自己都成了赚钱的工具。台中专勤队表示，今年到7月底为止，总共查到27名非法中林，185名非法工作者。阳性越南籍失联移工是因为意图盈利，媒介外国人非法为他人工作，违反就业服务法。法院最近判3个月有期徒刑，没收犯罪所得。移民署另外以入出国甲移民法对伊祭出11年禁止入境的处分。记者台中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到当时已经要2年半的时间啊。乌克兰车拉为东北部拍入去罗西亚的库斯克，罗西亚总统普丁是赶紧开国安会议，派支援部队去阻挡。车到的时阵，还阁宣布库斯克进入紧急状态。罗西亚当局讲，已经有为边境甲76000人疏开，还阁警告讲，战争已经影响到当地核电厂啊。无人机的镜头显示，伫咧攻击边境管制站了后，真侪军人行出来，摕白色的旗仔技术投降。这是乌克兰无人机部队切公布影片。俄乌战争发展到暂时，就要满2年半。乌克兰车落为东北部拍入去俄罗斯国内的库斯克地区，佮公布真侪俄军投降的画面。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讲到，这届行动是俄罗军方作战的能力。І сьогодні кілька разів вже доповідав головком Сирський щодо фронту та наших дій і витисканню війни на територію агресора. Дякую кожному нашому підрозділу Сил оборони, які це забезпечують. 对乌克兰的反攻，俄罗斯国内开始出现俄军进步，还有战略失误的质疑声音。俄罗斯总统普廷嘛伫当地车到召开国安会议，决定增加援助的部队，组织乌克兰的攻势，嘛宣布库斯克进入联邦级的紧急状态。当局认为乌克兰的目的是要转移俄军的火力，减轻俄军伫俄东战线的压力。因为库斯克各地当咧发生战争，当地政府嘛紧急替离居民安置。根据经济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已经有超过76000人被送去安全的地点避难。部分俄国分析人士估计，乌克兰暂时已经占领库斯克差不多260平方公里的领土，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俄军拍入俄罗斯上大范围的作战。俄军嘛伫车到反击攻击乌克兰，顿的刺客前线已经超刺，造成10外人死亡，40外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70表示，暂时已经毁掉俄军伫库斯克的一个指挥所，还有数十台战车，嘛提出警告，表示战争已经危及当地核电厂。而乌克兰是讲已经破坏几60只俄罗斯的船只，加前年去政治平台。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今年第5回风台玛利亚拄则早起已经登陆日本。3回风台是已经伫咧深深关、岩手关，还有宫城关落大水雨，而且雨量是真惊人。日本航空取消8月12、78飞行机抓，影响的人数有到7000人。另外，沿海地区有10万人向要求都爱赶紧避难。来看菲律宾的军方指控讲，中国空军的飞行机测飞伫咧梅岩岛的空隙，伫菲律宾的运输机会飞过的路线等照明弹。飞行机顶的人员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中国军方是讲，菲律宾的军机无咧响因的警告，硬要干扰因正常演训的活动。针对这点，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斯是大力批评讲，中国这个行为实在是真无理，唔但违法，而且嘛真阿爸。来关心8月初9乌干达有住伫本寿山边仔的居民，因为落雨，本寿山规个放弃，全叫活台。到达至少已经找到13具遗体。因若搜救的行动目前要持续进行。
镜头转来咱国内，做时代若咧管教囡仔，就爱冷静，注意处理的方式。安怎讲呢？伫台南有一个骑倒摆的人，伊喺等车厢顶的时阵，煞是雄雄甲伊的囡仔赶落车，帮一个囡仔坐伫路边。还佫有伫高雄，嘛有家长因为囡仔算甲无爱转去厝里，怎啊甲囡仔放咧，就要做伊走。日后团体提醒讲，即款不当管教的行为，有可能违反儿少法，嘛可能会伤害囡仔的心理。汽机车车早暗时伫路口停红灯，一个骑机车的男性煞雄雄将车顶的囡仔赶落车，放囡仔坐伫路边。警方表示，乱放囡仔恐惊违反儿少法。儿少管教若有不当情形，涉嫌违反《儿童及少年福利及权利保障法》第49条规定，民众有发现相关状况，请及时拨打报案电话110。事发伫人车真济，台南东门路3段甲中华东路2段路口，毋但惊到囡仔，阁可能出现安全问题，互民众无法度认同管教方式。还蛮危险的啦，小朋友有的时候他要做什么动作，你也来不及反应啊。这毋是近期第一件家长管教争议，高雄顶个月底，嘛有囡仔为着掠宝可梦，无想要转去厝，去甲家长将囡仔赶落车。医护团体认为家长情绪无好，出现无正当的对待，虽然当下会使阻挡囡仔，煞可能造成长期的问题甲影响。先建立良好的一个界限是非常重要的。晚的时候都必须要跟孩子讲清楚相关的规则，尽量的每次都按照这个规定去做，不然孩子就会觉得说，我可以试探一下父母的一个状况。有人将脾气发伫囡仔身上，嘛有人一时好耍，带囡仔做出危险驾驶的动作。警方甲医护团体提醒家长注意管教的界线，以免违法佮影响囡仔的心理甲健康发展。记者陈环宇、陈显坤台南高雄报道。即卖诈骗是世界样样飞，青少年牵涉诈骗的，故是伫新北市，去年就有1500多人，尤其是未成年的比例是比去年大增加92%。前一日新北市警方甲受害者合作，摕假钱写车手出面，一个手就抓到一个31岁嫌犯。大陆2个查甫人哪行哪抬杠，一个穿蓝衫的查甫人突然用来一跳，为背后锁定阿妈棍，原来伊是警察，趁机会出手。佫有车手落网，警察调查背后的诈骗集团，诱骗买标股。新北市就拿一名被害人投入139万，也佫协力领袂出来，怀疑哄骗，甲警方合作，用假钱调出嫌犯出面。本案以诈欺罪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同款伫新北市有警察休假，初六伫板桥车站看到有人的状态有问题，怀疑车手，暗中通报同事到场。做车手的吗？不是车手啊。这边什么东西？这边什么？钱嘛。双方当场抓到啊，也是唔肯承认。不过警方查出，伊伫1点钟进前，为60多岁妇人人身上得出50万的现金。被害人表示是为电视广告上接到投资信息。即马车手是掠拢掠袂完，过去未少案件，佫较有青少年涉嫌诈骗。沦为诈骗的几分子，犯罪集团他就不会把车手这2个字挂在上面，他会最近我们听到一些比较炫目的名词，像是收账员、击催小组。青少年其实他们也会认为呢，只是去拿钱，我没骗你，所以我应该罪很轻。警方统计，干那新北市青少年涉嫌诈骗，去年就有1500多人，尤其是未成年涉案人数，比去年更加是增加92%。犯罪学者分析，无论是青少年有心还是无意犯罪，拢爱强化法治教育，对诈骗的样态到刑责，会当会更加认识，唔通去以身试险。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看最近休热，真侪人拢会出门去行搭。有游客去住台南的一间民宿的时阵，门一个开开，发现这房间是真营业，而且佫有臭扑味，民宿内底佫生菇。这个业者是有出面回示的，讲会改进。那市府讲，若是确定这个业者无依法来维护旅馆的环境，会照发展观光条例来甲伊处分。疫情天棚壁甲拢生菇，面床顶的西网拢叫土粉。有游客找到开1人2000，带入去台南中西区某一间民宿的4人房，入去就闻到臭味真重，疫情拢生菇，看水的嘛拢叫土粉，气甲大上网讲甲宣传的相片差伤济。
比较脏乱有味道的，我觉得都不行。看到就会觉得全身痒痒的，然后很奇怪。民众认为卫生的影响大的意愿，这间民宿伫网络顶不只有名声，业者11出来回实的，坦白讲是房间休息，才会成功，会检查个改善。房间里面有放个除湿机，但浴室就没有放。后续一定会马上改进改善，就是请专业的人来帮我们处理，提供给以后来的民众一个更好的住宿品质。旅馆环境卫生无好，算了无欢喜。台南市政府表示，依照民宿管理办法，业者有义务维护旅馆的环境清气。拄到类似状况，会当向市政府检举，管理局嘛无定期检查。民宿均会办理定期及不定期的联合稽查。如有违反相关法令规定，则要求限期改善；如未限期改善者，则依发展观光条例予以开单告发。除了检举，市政府提醒，若是旅客因为安尼甲业者有退房才消费纠纷，嘛会当翕相所在证据了后，向消保官申诉，由消保官协助双方来协商。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北的小巨蛋出兵乐园，开业到今是已经19年的时间啦。真侪家长伫休热的时阵，拢会带囡仔去遐佚佗。不过最近有民众怨叹讲，内底防租的护具品质是真歹。也若负责管理的台北捷运公司讲，这个月中会随换一批新的。正热热天，不少人会去滨江厝边小偷捂热，阁会当享受厝边的刺激甲快乐。不过最近有民众反映，台北小巨蛋冰箱乐园馆内租借的装备品质有好有歹，部分厝边的破气、手套甲护具嘛无齐全。前端这边就有破损，细部就是它比较侧边这边比较硬，然后板子比较硬，走路走起来没有那么舒服。可能在清洁方面跟破损方面的整理这样子它有时候会缺一些那个配件。负责营运管理的台北捷运公司表示，台北小巨蛋冰箱乐园休热期间平均有1200至1600人入场，非休热期间平常时嘛有700至800人。游客若是行无冰鞋护具了后，拢会消毒检视使用情形。每个月底拢还会定期整理，一定8月中会换一批新的护具，安尼就会当解决装备欠损的问题。设备的装备的契约啊，大概就是所谓的开口契约。那其实本来预计在8月中就准备要更换一批了。台北捷运公司是讲，休热期间可能因为买票游客真多，全套护具出租的数量周转检查未赴，后续会加强员工的训练，也加补充逐工预估使用量，通减少游客不满。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伫台中市的头边坑溪，3月份的时阵，去互发现讲千外只鱼啊是规拢冰冻。即马市府为着要监视工厂偷排垃圾水的情形，头一届伫咧这条溪两边啊，用笼啊饲5过鱼啊，要来监测水质。若发现啥物情形，会当随采样来检测。大大卡的箱仔网放伫河道内底，各用丝袜来固定伫岸边。台中市最近定定发生河川大规模死鱼案事件，环保局除了经由科技监控及时掌握死鱼案数量，也头一摆用警戒鱼啊来监测水质变化。换养的鱼啊，如果说有发生异常的水质的话，我们自己就可以先掌握，这里是不是受到污染啊？这个鱼死掉。就像是鱼哨兵嘛，这前面如果异常的话，这些鱼会先反应到啊，所以就知道有没有异常排水，那后续也可以针对这个鱼进行相关的检测。今年3月头边坑溪出现1500多只死鱼啊，日头一日拍死鱼啊味臭面膜，引来当地民众发动抗议。环保局后来对溪流上游的电动业者，一间专案来稽查，总共查到20件违反水污染法，罚款大约200万块。环保局讲，将伫头边开垦的日林桥甲新林桥2个河段，放一个监测鱼啊，利用鱼笼啊饲现地鱼种5过鱼来监测，然后各样会使随采样来监测。我觉得可能是对于工厂的业者的，例如它一定的生产量或是它排放的量，一定要麻烦台中市政府的环保局一定要不定时的进行抽查，可能次数要再频繁一点，才能确实来解决河川污染的问题。地方希望除了引进这个监测器来监测以外，也希望常常来稽查工厂。环保局讲，因要增设水鸭、连续录影的监视设备、AI 死鱼啊辨识、及时通报系统，希望彻底来杜绝不法偷排废水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嘉义为着要推广无人机科技的教育，举办无人机的博览会。今年唔但有办展览，也阁有设计比赛，咱做伙来看卖。
家长带囡仔来体验无人机的操作，虽然唔是控制了真好，不过会当体验飞无人机，大家也是感觉真新鲜。家己馆举办2024无人机博览会，有展示上新的无人机，嘛，互民众体验。囡仔无耍过啊，来耍看卖，我感觉真好耍啊，互伊体验一下安尼。无人机我摸过讲袂歹，囡仔来看看也可以帮助因多认识一下我们这边的感觉，这样子。无人机博览会当中，除了展示上新的无人机，产业界、政府甲教育界也透过论坛的方式讨论未来发展的目标。有业者就讲，为3年前到即马，台湾无人机的产业环境已经有真侪进步，嘛豆豆啊受到国际市场的注意。咱第一年来讲啊，其实是拄开始，然后足侪物件拢无的，啊，第3年就今年就是开始做 AI 甲迄个传输，这软的部分，这是一个趋势。亚创中心是这个无人机这个研发中心，那所有的厂商其实把这里当做这是一个台湾的无人机橱窗哈。那全世界各地大概目前为止20几个不同的国家有到这边来做交流、参访、投资甚至采购等等哈。嘉义县政府表示，这届博览会当中，头届增加大学的无人机设计比赛，希望会当为各方面来加强无人机的科技教育。替无人机国家队培育更较侪在地人才。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伫屏东的潮州有一个退休的警察王志明，50几年来，伊收集无共族群各种的古早味，为了让更较侪人会当来欣赏，伊伫因兜打造做展示的空间，也有地馆的感觉，或者游客会当来遮免费参观。原住民的木雕作品、旧式的杂货、脚踏车等等，古早味的物件有百款，这拢是退休警察王志明的收藏。伊讲家己自细汉就兴趣集古物，经过9年长月累积，厝内就囥到袂输是小型的博物馆，怎甲打造做展示空间，让游客会当免费参观。本身就是一种自己的兴趣啦，因为有一个场面出来，是有在开放大家来参观嘛。就这样啊，上万以上的吧，还在持续在说啊，哎呀，因为这都是一种喜好嘛。这个展示古物的美学生活空间，就伫咧屏东潮州。王志明讲，伊收藏的艺术品有无共族群的元素，伊希望这个古物会当去引更较侪人来欣赏，所以嘛，甲这打造做茶馆，互人来欣赏时阵，阁会当啉茶开讲。也是多功能，有茶艺就是一种茶艺的美学，我把它也是融入生活，就这样。还有一些同好过来喝茶、品茶。说了那么多，我有意识要留在潮州镇啊，就是有一个空间去收纳，我把它那个贡献出来。王志明表示，潮州我近客家庄甲原住民的故乡，是文化资源真丰富的所在。伊希望这个古物会当继续留伫咧潮州，提供展示、保存甲研究，然后传承予后代。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推出治警事件100年的纪念展览，因为大家反应袂歹，今嘛宣布这个展览会延长持续到8月18。现场有设计记者日志，要让大家用记者的身份来看日本时代的台湾民报是安怎记录这段历史。叶荣辉是谁？我先介绍一下。叶荣辉，林献堂的秘书，然后就交代他赶快跟人家讲话，然后。这个叶荣忠就骑着脚踏车到那个最近的一个车站，叫做应该是追根车站，然后就赶快冲到这个台北去。透过导览老师说明日本政府逮捕这次台湾议会请愿人士以后，台湾知识分子采取的行动。日本时代的台湾知识分子为着要争取地方自治，发起台湾议会请愿运动。伫咧1923年成立台湾议会基层同盟会，说服总督府以违反治安警察法抓起来。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规划的治警事件100年纪念展，展览以当时的报纸《台湾民报》做基础，带民众用记者的角度来看规个事件。治警事件内底吼。伊就是逐字稿啊，逐字稿记录讲，譬如讲法官讲了啥啊，辩护师讲了啥啊，被告讲了啥，甚至讲检察官伊学白讲哦，都写落来。所以讲咱会当
根据迄个资料，会让整理出即摆展览遮足侪物件。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指出，含当时日本人办的本纸《台湾日日新报》立场相对立。台湾民报是日本时代1923年第一份台湾人办的报纸，徛伫台湾人的立场为台湾人发声，勇敢批评时政，推广文化，介绍新思想。台湾文化协会嘛，伫各地成立读报社、读报纸，互民众听。因为咱的识字率无悬。所以讲伊想足侪办法，譬如讲有一个做趣味的物件叫做读报社，譬如说，这英国发生啥物代志，美国发生啥物代志，你拢会知。伊个会买迄个日本的报纸，互大家知影不同的观点，一项代志不同的观点，台湾人的知识会当成长，都免费的。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表示，展览自旧年开幕到今已经要1年，不过因为民众反应袂歹，但要搁延长到8月18。现场有设计记者日志手册，嘛用 AI 技术重现历史。官方要招民众做伙来了解台湾人追求自由和自治的决心。记者卢尚珠、柯炳哲台北报道。继续咱来看台湾罗马字协会，连续25年，逐年拢会办世界台语文化营。今年以野外求生来做主题，教大人囡仔安怎伫咧野外煮食，也阁有生存的撇步。乌头白，咱来看卖。囡仔用台语真做魔术师，敢若刻一张牌，施魔法就通甲鬼符固定好势。毛囡仔用白话机做事画红仔，展现课程所学的成果。为了要甲台语向下顶进，台湾罗马基协会对1995年办世界台语文化营到达，今年第25届，以非常时期野外求生做主题，加入全台语的环境，嘛培养囡仔的母语意识。用台语变魔术，等者要等互大家看，我感觉真趣味。一个囡仔今年要算上国小啊，互伊知影讲吼，其实有足侪囡仔嘛是咧讲台语，吼，伊实在一寡大人有无共款的议题啦。台湾这几年拄着这个中国的这个军事的威胁，吼，咱嘛要准备，万一中国若是真正侵略咱台湾，咱台湾伫战争的时期免伫野外求生。课程唔但安排专题演讲，嘛了解国内外战争的历史。另外嘛邀请南北基路长期咧推广台语文的友志来分享经验。台湾罗马协会常务理事陈金泉指出，因为受到时民甲政治的因素，历史台语有一段足长的短暂。再加上家长无注重，未就应对教会拓展到社区来推广。另外嘛协会用语言行销方式设计趣味的手路，要成人来学习。少年人，我什么拢不要讲，唔啦，少年人哦，他们看年长嘛，我不要讲啊，因为安尼关，所以整个语言意识会当提悬，啊，或者人民拢知影，咱这住民知影这台语是遮尔要紧的。把台语文当作产品，这就是用一个行销的手路去甲其他的物件，就是去比拼啦。讲咱当就是有一个较趣味、较活跳、较无共款的方式。3天2暝文化营分做大人甲囡仔组，拢总上百人来参加。主办单位指出，毋望台语文真做生活化，母语的前途才会当公平大拍尾。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今仔天气啥款？咱做回来看卖。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咱来看大岛地区，27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